日嘅健康議題咧，我哋就會講酮體 （ketone bodies）。咁我相信大家都估到，我其實今日咧會集中咧係講 keto diet 生酮飲食。咁關於生酮飲食咧，相信大家都會諗到係同減肥有關係嘛嚇。咁個迷思就係啦，咁其實生酮飲食係咪真係能夠有效減到肥嘅咧？另外啦，生酮飲食會唔會有一啲副作用，譬如引致血栓症咁樣咧？嚇，咁其實咧，我哋都知道啦，而家咧肥胖嘅問題咧就唔係話某一兩個國家嘅問題嚟嘅嚇，已經咧去到係全世界嘅啦嚇。咁所以啦，面對肥胖呢個問題，咁有好多人咧都會諗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啊。仲有咯，一啲健康嘅問題，譬如係糖尿病啊呢一啲嘢啊，咁我哋咧都希望咧能夠最好有一個方法咧，就一次過解決咗佢。咁不如我哋先了解一下基本嘅營養學知識先啦嚇。嗱，咁我哋中國人都話啦嚇，最緊要食飽飯啊嘛嚇。咁咧呢個講法咧就其實都有佢嘅科學道理嘅喎。點解啊？因為咧所有人或者其他嘅動物都係啦嚇，都需要能量或者熱量嘅嚇。正如我哋嘅手機間唔中都要叉下電啦嚇。咁至於邊一啲嘅營養素係有熱量嘅咧？嗱，咁我哋咧就可以睇一睇呢個表。基本上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都係有熱量嘅。簡單啲咁講，相同嘅重量，你會見到啦，脂肪嘅熱量咧係高過蛋白質同埋碳水化合物嘅，大概係 double 左右啦。另一方面咯，我哋傳統講嘅均衡飲食，其實咧喺食量方面咧，我哋都係強調要食多一啲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咁至於脂肪咧，我哋就應該食少一啲嘅。咁不過咯，生酮飲食咧似乎好似調翻轉喎強調要食多一啲脂肪類嘅食物。咁至於碳水化合物咧，食好少好少已經足夠噶啦如果大家有留意美國近期推講嘅倒金字塔咧，似乎同生酮飲食咧就比較吻合一啲。咁至於熱量嘅來源咧，咁喺我哋傳統嘅飲食方法之中咧，我哋會發覺啦，其實大家可以睇翻個表大概係55%啫，係來自碳水化合物。咁不過啦，去到生酮飲食咧，碳水化合物佔5至10%嘅啫咁能量來源主要係來自脂肪類嘅食物。所以簡單嚟講，生酮飲食就係極低碳水化合物、高蛋白同埋極高脂肪嘅飲食。好，咁不如等我哋作一個小結先啦第一，所有嘅動物，包括我哋人類，都需要由食物嗰度咧攝取能量嘅。第二啦，咁啲能量喺邊度嚟咧如果根據以往嘅均衡飲食咧咁碳水化合物咧係主要嘅能量來源。咁而生酮飲食咧就着重於咧喺脂肪嗰度咧得到能量咁如果我哋要詳細啲解釋咁其實點解生酮飲食可以減肥嘅咧？咁我哋就無可避免咧都要認識少少人體嘅 biochemistry 咁咁大家睇睇上邊呢個圖先咁呢個圖咧都可能對大家嚟講咧有少少複雜喎，係咪？好咁第一樣嘢我哋揾到最底下 ATP ATP 咧實際上就係我哋細胞嘅終極能量來源咁即係話無論我哋食邊種營養素都好啦，咁我哋都要得到能量噶嘛，咁最尾都要變成 ATP。咁根據傳統嘅均衡飲食法，咁我哋主要嘅能量來源，其實我哋頭先都講咗啦，係來自碳水化合物噶嘛咁所以咧大家會睇到啦，無論係由澱粉或者葡萄糖咧，其實咧佢先要演變為咧中間呢個綠色呢個叫做 acetyl-CoEnzyme A， 中文叫做乙酸輔酶 A。個名都好翹口撐手係嘛？咁我就叫佢做 A 仔先啦即係話咧澱粉或者葡萄糖要先演變為 A 仔，A 仔咧就可以再變成 ATP 咁至於如果我哋用蛋白質有多嘅蛋白質即係有多嘅氨基酸，一樣要先演變為 A 仔先，然之後咧再演變為 ATP。咁至於脂肪都係啦，有多嘅脂肪咧會變為 A 仔咁當然亦都會衍生少少嘅酮體嗰個 ketone bodies 嘅咁最尾都係產生 ATP。好，跟住咧我會俾關於生酮飲食嘅圖大家睇，咁大家比唔比較到同頭先傳統嘅均衡飲食嗰個圖有啲咩分別啦？
嚇嗱喺中間嗰度，相信大家都已經揾到啦嚇。咁咧，你見到我專登咧就係用比較細嘅字體咧，就表示咧係澱粉同埋葡萄糖嘅嚇。咁相信大家都應該記得喺生酮飲食入邊，碳水化合物佔嗰個比例咧係會係最少嘅。咁至於蛋白質咧，嗰個字體係咪大咗啲咁多啊？嚇，冇錯啦。咁啊，蛋白質咧嗰個比例咧會係略微提升咗。咁至於咧生酮飲食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脂肪嘅吸收量咧係會係最高嘅嚇。咁所以咧，你會見到脂肪嗰個字體係咪最大啊？嚇。咁另外大家咧亦都會揾到酮體嗰個字 ketone bodies 都係大咗嚇。咁呢個就必然㗎啦嚇。咁啊，究竟我哋身體啊點樣處理呢個 ketone bodies 嘅咧嚇？原來我哋身體咧有一啲嘅器官咧，或者一啲嘅細胞咧，係可以利用 ketone bodies 嘅嚇。咁呢啲細胞咧就包括咗我哋嘅肌肉細胞啦，同埋我哋嘅腦細胞嚇。咁啊，ketone bodies 咧喺呢啲咁嘅細胞嗰度咧係可以變翻做 A 仔，而 A 仔咧亦都順理成章啦，可以產生翻 ATP。咁講到呢一度，生酮飲食最直接嘅效果咧，就係有效咁降低血糖嚇。咁呢樣嘢係冇疑問嘅。不過啦，我哋最關心嘅生酮飲食能唔能夠有減肥嘅效果咧？咦，似乎好似仲未解釋得到喎嚇。嗱，咁我先講嗰個結果俾大家聽先。原來我哋如果實行生酮飲食咧，喺頭嗰2個禮拜咧，就真係可以減到體重嘅嚇。嗱，咁我喺呢度解釋一下啦。因為咧生酮飲食咧，記唔記得嚇？我哋攝取嘅能量主要咧就唔係來自碳水化合物嗱。不過咁，我哋身體咧其實係優先用碳水化合物嘅嚇。如果唔夠嘅話，咁會點咧？就會將身體或者細胞入邊嘅儲備用咗佢先，譬如肝糖 glycogen 嚇。咁 glycogen 我哋用咗之後咧，我哋會發覺啦，體重就會即刻有一個下降嘅，因為啦，當我哋消耗1克嘅glycogen 肝糖咧，就會連帶咧就會清走咗3克嘅水嚇。咁所以咧喺開頭嗰2個禮拜咧減重係好明顯嘅。不過咁啦，呢啲 glycogen 咧亦都係有限嘅。咁我哋用晒之後咁會點咧嚇？我哋再想減一啲體重喎，咁其實啦，我哋咧都必須要配合一個低熱量嘅飲食先至得嘅。實行生酮飲食法，身體咧就一定會產生好多酮體 ketone bodies，咁會唔會造成酮酸中毒呢？大家就唔使擔心喎，喺一般人嘅身體入邊咧，咁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嘅。咁最後我哋做一個總結咯。生酮飲食咧確實短期咧係有減重嘅效果嘅，尤其是係頭嗰2個禮拜啦。第二啦，因為咧減少食澱粉啊、糖分呢啲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咁所以咧血糖嘅控制咧亦都可以做得到嘅。第三啦，究竟肉類或者脂肪類嘅食物係咪無止境咁食咧？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嘅嚇，主要咧就視乎你嘅運動量。你如果運動量大嘅，咁咪可以食多啲咯。運動量細嘅，其實都唔可以咧食得太多嘅。另外啦，實行生酮飲食都仲要注意咯。其實蔬果足唔足夠咧？因為如果蔬果唔足夠嘅，咁我哋一定會諗得到啦。某一啲嘅維他命會少咗啦，甚至咧可能會造成便秘嘅。咁至於啦，邊啲人係唔適合進行生酮飲食嘅咧？原來咧就係第1型嘅糖尿病人。咁最後咯，實行長期嘅生酮飲食，其實 O 唔 OK 嘅咧？會唔會有一啲潛在嘅風險嘅咧？咁呢一啲咧，我哋都需要係去再了解一下嘅。咁我哋今日講酮體同埋生酮飲食就到呢一度啦，多謝大家。